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不講點宗旨都會變錯事，不簽一張紙都引你注視，不想講飛史都會有正事，誰在濫用氣勢，兩不起放不低，其實這題有發揮，誰在繼續跳舞，誰用美麗作弊。然後眾人被錯低。我哋5月紅館見。